许你听过文学大师叶石涛先生那段被无数人引用拿来形容台南美好生活的文字，或许你听过安平追想曲，但是你可能不清楚作曲者正是台南在地音乐家许石。他们一位是在文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文学大师，一位是创作出无数金曲的音乐家。今天的节目要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好，大家好，我是台南一中退休的老师陈正雄，目前在叶石涛纪念馆担任这个导览的工作。首先，在叶石涛文学纪念馆入口处，除了看到叶老的雕像外，就是这段最广为人知的文字了。这是个适合人们做梦、干活、恋爱、结婚、悠然过日子的好地方。这一段话是1992年9月21号。叶老发表在当时《台湾时报》副刊上面的一篇文章，叫做《府城的古街名》，那里面的一段话，好，那我们把它截取出来，因为这个是代表我们府城最有意义的一句话了，哈。叶石涛文学纪念馆是一栋2层楼的河洋混合式红砖建筑，4坡斜屋顶，面铺黑瓦，屋垂脊，鬼瓦收头，表面为洗狮子处理基座。外墙大面积开口处理，1楼为平拱窗，2楼改采圆拱窗，上有突出饰带。1楼居中开口上方出挑有6个托架，承接上方水平岩板，整体看起来相当典雅。目前这栋建筑也是台南市市定古迹。好，这栋建筑本身是在1925年所盖的哈。那当时是作为日本总督府林务课的叫做树苗养成所，然后之后呢就改名称了，叫做那个台南山林事务所。那战后呢又改变名称叫做台湾省林务局嘉义林业管理处的台南工作站。那在之后一段时间就等于说就迁徙了，然后就闲置下来。后来刚好是我们要寻找这个叶石涛的纪念馆，然后发现这栋建筑物本身蛮理想的。那它主要有2个理由，一个是它是1925年所盖的，那刚好跟叶老是同一年，叶老在1925年出生。那当然第二个就是说，这栋建筑物本身所在的这个位置，刚好是在有台湾文学馆啦，孔庙啦，等于说是整个一个文化的一个核心的地方，所以我们觉得说来作为叶老的纪念馆，其实是很适合。走进纪念馆的1楼，展出的就是文学大师叶石涛先生生平的作品与相关文物。好，那我们首先到我们纪念馆的1楼，那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叶老的生平哈。那叶石涛他是在西元1925年，也就是所谓大正14年出生的。好，那出生就是在我们当时叫台南州台南市就是我们府城。那他出生的地方现在的名字我们称它叫做忠义路，但是那个时候的行政区域叫做台南市的白金町。但是你看叶老的作品他很习惯提到了他出生的地方呢，就是府城的叫大营街。那大营街、帕营街就是说以前清朝时代的一条很有名的街道的名字了哈。好，那到1938年他小学毕业之后他就顺利的考上当时的很有名的叫我们州立台南2中，也就是现在的我们国立台南1中。那上了州立2中之后这个对他一生的影响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因为当时州立2中的学生绝大部分就是成绩非常优秀，那每个人都很认真的去读书啦，准备未来上大学。但是叶石涛比较特殊啦他在就读这个中学期间一方面他的课业成绩不是很理想，特别是数学啦、数理方面就很不理想。但是一方面就是因为他很沉迷于当时的文学、音乐，特别是文学，所以在那个时候，当同学在用功读书的时候他是很用功的在读一些文学作品。之后他甚至就自己呢拿起笔然后就自己尝试创作。所以在他那个念那个3年级的时候他就写出了他生平的第1篇小说了。所以也就是说从此又走上了文学之路。
为了去学中文，因为在日据时代的出生长大的，他们习惯讲日文，讲日语，写日文。战后之后啊，他们变成要用中文来阅读、来写作，对他来说对很多人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叶石涛为了克服这个，他就呢利用时间去学中文。他为了学中文，甚至把整本的《红楼梦》不只是看过一遍，他是整本把它抄过一遍。那也是为了学中文，刚好在那个时候有人就开了，刚战后嘛，就有成立了一些补习班之类的、读书会之类的。那叶石涛啊，他就是为了去学中文，所以就参加了一个读书会，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读书会后来就被举话，就是他是一个匪谍的组织，所以也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之后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以那个知悔不报的罪名，然后被起诉判刑了5年。那服刑出来之后就整个人生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1965年，叶老发表台湾的乡土文学，开始为台湾文学点亮暗夜中的一盏灯。1987年完成的台湾文学史纲，更树立了叶老在台湾文学里不可取代的地位。那叶老遭遇白色恐怖的这个事件之后其实服刑出来之后，他工作也没有了，然后家世也没落了，所以他其实度过一段很那个潦倒的生活，然后最后呢，才又重新振作起来，然后才从事教职。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他又拿起笔就持续的写作了，而且这一次的写作呢，就一直到他过世之前，就几乎就没有停过了，所以他在这后半辈子他那个很多的那个就大量的创作很多的文学作品。那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会看到，这边就是都是叶老他所留下一些文学作品。当然叶老文学作品很多，涵盖很多，大概主要有几个层面，包括所谓主要是文学那个小说，他写小说写的最多，这边都是大部分我们看到都是他的那个文学的创作，这边也是。那这个文学创作当然后来那个就是台湾文学馆跟那个高雄市政府有合作，又有出版了厚23本的叶石涛全集。那这就涵盖所有叶石涛的作品。那除了小说之外他还写了，比如包括评论，写了很多的评论。另外还有那个散文，其中还有一本很特殊的，就是叫做《台湾文学史纲》。叶石涛从事文学创作超过60年，出版书籍超过100本。主要作品有小说、文学评论、散文等等，已出版的作品横跨日治时期及战后2个世代。值得一提的是，在叶老的作品中，单是提到府城的地景，大大小小将近有180处。馆方特别将文章中所提到的地景截取下来，设计成文学地图。我们知道叶老师在府城出生长大，然后到了差不多中年再搬到高雄去，等于说他的这一辈子前半辈子都是在府城生活。所以他的作品目前我们看到叶石涛的全集，他的作品光小说的部分，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大概有150篇。那这150篇里面差不多有将近120篇，也就是80%他的小说的内容所描写的地景人物相关的背景，都是以他的故乡府城作为他的素材。这个是非常特殊的啦，可能大概没有一个作家像他这样子，有大量的描写他自己故乡的那个背景的一个文学创作。好，那他的作品里面就很多我们特别是古老的府城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包括人物啦、街道啦、地名啦、那些寺庙啦、建筑等等比如说有些我们熟悉的啦，九金姑啦、赤坎楼啦、天后宫啦。但是有些就是我们没听过、不熟悉或已经消失的，像傀儡巷啦、打银街啦、斜街啦、米街啦等等。所以阅读叶老的文学作品有一个很大的趣味，就是说你在读他的作品就仿佛回到了那个古老的府城，走在整个府城的那个场景当中。叶老的文学备受尊崇，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除了文学之外，他最大的兴趣就是音乐。尤其是对于西方的古典音乐素养极高。
在他发表的文章中更提到，不懂音乐算什么作家？他认为小说的结构、文字的优美性皆和音乐有关，而懂音乐的作家也会让文章像流水一般具有音律性的变化。而在1楼的展区也展示了叶老的作品集《文学地景的选集》、亲笔手稿。这一间呢，我们把它命名就是叫叶老书房哈，它其实是算叶老故居的一些文物的在这边重现。好，那我们看到就是说都是原来叶老故居里面的一些陈设的东西，包括他晚年睡的床，小小的床，然后看了这个很古老的电视机哈，还有这个他早期所使用的书桌，这边是书房书桌，那这边就是他的客厅。那在客厅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2样东西哈，一个是他的手稿，他写作的手稿，另外可以看到一个棋盘。但是这个棋盘我们发现奇怪，怎么没有那个棋子？而且在叶老的作品或我们对他的了解里面他从来没有提到他喜欢下棋或者是这方面的兴趣。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棋盘呢？因为他不是在下棋的，这个棋盘是他的流动书桌。他很困难的要写作，那所以有时候他就会把这个棋盘摆在这个膝盖上面，找一个地方坐着，就这样就在写了，很简陋的，很困难的，但是就这样写出了很多的文学作品出来。2楼展区则展出由叶石涛家人慷慨捐赠的叶老友人书信100余封，通信期间集中在1970年到1980年之间。今年是叶老逝世10周年所以我们特别办了一个特展，在2楼的这个区块，那分成2个部分。这个部分呢，就是设计，就是说，写信给叶老。因为我们知道在叶石涛那个年代他们一般跟朋友啦、跟文友之间的交流，他们当时的人就是透过书信可以做一些文学上的交流啦，或者说生活上的一些关怀等等的都是在书信里面呈现。所以我们这边所看到的信呢，都是他的一些老朋友写给他的信。那比如包括一些文学大佬啦，这边是那个吴浊流先生写给叶老的信。好，那这边是西川满写给他的信。西川满是叶石涛算是他文学上的导师，对他影响很大。他们之间有一些书信的往来，文学上的一些交流的意见。那包括跟那个钟肇生先生我们知道在台湾文坛、台湾文学上有一句名言，到现在我们还在讲，就是所谓北中南叶，也就是说有2位文学上的台湾文学的大佬，北部的就是桃园的钟肇生先生。那我们南部就是叶石涛先生，北中南叶。展出的信件内容从年节问候、稿件联系、文学人生等，其中不难发现，即使在字里行间，也可以感受到叶石涛作为台湾文学的精神支柱。展区内更播放着叶老友人的访谈，透过影像记录，让大家可以更加了解这位文学大师。馆方也特别创造了一个写信给叶老的机会。参观者可以将对叶老文学的感动，或者参观文学纪念馆的感想等等，把想对叶老说的话，透过文字记录下来。认识了叶石涛，除了文学之外，另外就是说他对音乐有很深的造诣。其实还有一个专长就是考古，因为他在那个周立二中的时代，他参加了社团，也就是一个博物社，就是考古社。那带领这个考古社的老师叫做金子寿卫南。金子老师是一个考古方面的专家，所以呢，他就常常在课余时间带着同学去考古。那叶石涛也就经常参加。那在这个考古的过程让他真正真实的、深刻的去了解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生活、文化的特色。所以他后来文学创作跟土地有那么密切的关系。他有一句名言，就是说没有土地哪有文学。他的文学创作就是要定根在这个土地上，写土地的感情。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很接地气的意思。所以我们特别举办了这个方式来让大家去体会那个叶老他创作、他写作这个成长的一个背景。为了让民众更加认识叶老，馆方会定期在馆内举办导览活动，更为了贴近叶老的文学作品，也规划了文学地图踏查的活动。
感受叶老小说里的故事片段，游走在古迹及地景中。也欢迎对文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报名参加哦。大家好，我是许时音乐图书馆的馆员陈奕桦，很高兴今天可以带大家认识许时音乐图书馆。由老台南人熟悉的娱乐堂改建而成的许时音乐图书馆，于2018年3月正式开馆，是全台湾第7座，也是台南第1座的书香典范馆。那许时音乐图书馆的前身其实是娱乐堂，那它其实是早期府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展演的场所。对，以前早期的一些音乐的团体的表演啊，甚至是台南的机关啊，或者是学校团体的一些公演啊、研讨会、讲座等等，都会在这里举办。那甚至连刘德华都曾经在这里办过演唱会，对，那所以台南市民他们应该都有曾经来这里参加过、欣赏过音乐表演啊，然后讲座、研讨会等等的一些这个共同的回忆。但是到了1984年的时候，台南文化中心开始成立了，那逐渐这些大型的音乐表演都移往到了文化中心。那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馆舍的年久失修，所以这边也停止开放。那到了2015年，市府开始投入了经费，以及结合了教育部的一个补助计划，开始重新在整建娱乐堂，希望可以重新打造出以青少年为主的一个结合音乐、阅读，然后展演的一个音乐图书馆。那也刚好在2016年的时候，许时先生，也就是台南一个很重要的音乐家，那他的家属呢，将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手稿啊、乐器啊这些重要的文物都捐赠给台南市政府。那台南市政府也在2018年的时候，就将许时先生的这些音乐文物连接到了即将要重新开放的这个娱乐堂，所以这边就命名为许时音乐图书馆。许时音乐图书馆包含了典藏音乐图书、2楼的常设展、数位音乐聆听区及阶梯教室等等的。现在就一一来欣赏大改造后的娱乐堂吧。那在这边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许时音乐图书馆的1楼的音乐图书资料区，那里面典藏的有图书资料，然后也有视听资料，那也有数位的音乐线上资料库。对，那我们这边呢也有提供CD 的播放器，可以让大家民众是可以一边听音乐，然后一边阅读。那我们这边总共有分成五大分类。那这边的部分的话是古典音乐，那后面的话是音乐总论，那中间的区域的话是台湾音乐，后面那一区的话就是其他音乐跟各国音乐的部分。我身后的这个黑盒子剧场，那黑盒子剧场它其实是把娱乐堂它原本的镜框式的舞台拆除以后，它其实打造的是一个比较具有实验性质的一个剧场的一个形式，所以观众其实它跟表演团体其实是可以比较近距离的一个接触跟互动的。对，那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在这个场地举办了许多音乐的表演啊、音乐比赛啊等等相关的一些演出。那今年也会在9月的时候，搭配到了许时100岁冥诞的系列活动，都会在这边进行演出。为了延续当年娱乐堂扮演艺文展演、音乐殿堂的使命，1楼的空间将原本的斜坡式观众席改造为音乐图书馆及展演空间，在此可以阅读图书、聆听音乐及观看影片。而馆藏资料也提供外界服务。那这个音阶呢，是搭配到了钢琴的一个琴键的声音，对，让大家在音乐图书馆里面处处都可以感受到音乐的氛围。紧接着来到的是许时的歌与他的故事常设展，参观之前当然也先认识这位伟大的本土音乐家。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许时音乐图书馆2楼，许时的歌与他的故事的常设展区。那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许时先生。许时先生在1919年出生于台南。那早期他到日本去求学，学习声乐、作曲等等理论。那回到台湾之后呢，他也担任了音乐教师，然后也持续不断的去创作音乐。但他当时候也感叹说，台湾人他都没有好好的保存了我们台湾的乡土民谣，那到未来大家会没有办法再唱出属于台湾的歌，哼出属于台湾的调，所以他就开始致力于采集台湾的各地的民间的音乐的民谣这样子。对，然后后续也成立了唱片公司，然后也进行了很多巡演，所以是台湾战后的歌谣一个很重要的推手。常设展叙述许时一生的音乐创作与理念，用人声、歌声、舞台、曲盘4个专题，带领民众深入了解及认识许时对台湾歌谣及流行音乐的努力与贡献。那这个展区的话，有许时的年表，他出生于1919年，然后1936年到了日本去留学。那这边也有他在当时候的一个毕业证书，对。然后他也到了1949年，他取得了音乐科教员的证书。那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作曲集的以前的一个封面。大家也可以看到他当时候吴敬怀归国音乐会的一个合影的纪念，以及他所举办的这些民谣的一些相关的演唱会啊、表演大会啊，然后以及还有带领管弦乐团他演出指挥的一些相关的照片。那我们在左边这边也可以看到，许时先生他的音乐里程，我们这边看到了他的音乐作品数，然后国际巡演、发行的唱片等等。再往前的话，可以看到就是他跟合作的一些友人啊，像是杨丽花，对，我们这边都可以再翻开来。再去做更多的资讯的观看，对，然后合作的友人，然后以及他的学生。那从这些关系的交织图，然后搭配到我们前面的一些访谈的话，都可以再更清楚许时先生他对于音乐的一个热爱以及执着。许时以创作人、音乐教育者、文化保存者和推广者多种的身份，为台湾音乐领域付出，更将台湾歌谣开枝散叶，传唱海内外。那这边可以看到的是许氏家族的演艺事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照片。那他有5位女儿，也组成了许氏中国民谣合唱团。对，这边有一些相关的照片。那他也都出国巡演10多年。那许时先生他对于音乐教育也非常的不遗余力。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他也在自己家成立了许时音乐研究社。那这一区呢，可以看到许时先生他丰富的一些创作。那这边也包含了一些手稿，还有一些唱片的封面。那在这边呢，我们也设计了一些许时先生他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像是《丢丢党》、《安平追想曲》等等。那民众上来的话，他就可以自己选取想要听的歌曲。1946年，许时以一首《南都之夜》风靡全台，传唱至今超过70年。1951年的《安平追想曲》更是大放异彩。许时多首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在展区内都可以任意点选播放，供民众细细回味。那许时
时的唱片的事业呢，其实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声音的资产。那我们这边呢，也有制作了一个1950年代唱片的制作流程，像是从收音、录音、调节音量，然后一路到电镀等等，这一整个完整的一个过程，也让民众可以再去对这个唱片的制作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在这个展区内，跨界传奇歌曲《安平追想曲》也在馆方的规划下，让参观者可以更加体会到这首歌曲的影响力。因为旋律优美，故事感人，该曲发行后深获好评，至今能不断的被重唱，更有日文版的发行，而后更拓展为广播剧、电视剧、电影等不同的艺术媒材。那因为现在黑胶唱片的比较少人再去做聆听，那我们这边呢也准备了一些不同的一些黑胶它的材质的一些变化，然后让民众可以再了解更多关于黑胶的这个文化。今天的节目带大家参观了叶石涛文学纪念馆及许氏音乐图书馆。其实在台南还有很多的博物馆都非常值得一探究竟，请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带您看见台南更多美好的地方。